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伊南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建议亚洲佛教信众促进宗教和谐，而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藏人行政中央纪念第59个西藏民主日。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致函祝贺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新总督。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关注西藏人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度马那里和蒙格洛尔市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后，于9月1号当天返回印北达兰萨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和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噶玛益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以及流亡藏人社区各大非政府机构代表前去甘格拉机场迎接尊者。另外，因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佛教信众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本周三9月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对上述国家的信众展开了为期3天的佛法教授活动，内容包括4谛16形象、37道品与龙树菩萨的菩提心事论。在正式讲经前的开示中，尊者首先感谢了法会主办方，让他有机会与信众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和交流。随后对与会的世界各国信众强调，아니 럽저 쪼디 아니 참바다 자와 서바 촉시 아니 릉송 사드즈 차디 출루 참을로 시기도当今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宗教传统组成的，每一个宗教传统的哲学观点都各不相同。然而，尊者指出，所有宗教都传达同样的讯息，即是提倡慈悲、爱心、修行、容忍、谅解、知足与自律。在谈到宣扬爱与慈悲的不同宗教传统时，尊者强调，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的实践者在服务人类福祉方面一直是最积极主动的。尊者指出，不同的宗教传统就像治疗不同疾病时所需的不同药物，因此没有最好的宗教。对于不同宗教的从业者，尊者建议促进宗教和谐，而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9月2号是第59个西藏民主日。如同往年，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办了官方纪念仪式。印度喜马偕尔邦城市发展部部长萨温乔杜里作为主要嘉宾，应邀出席了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外国游客、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数百人参加了当天的官方纪念仪式。活动首先，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噶玛格列代表司政带领与会的数百名藏人僧俗民众升西藏国旗，齐唱西藏和印度国歌后，正式开始了当天的纪念仪式。接着，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噶玛格列代表司政发表噶萨演讲，指出，今天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中共当局严重干涉藏传佛教转世制度，野心勃勃地谎称有权认定转世，这实在荒唐至极，全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接受它。genkurwe toone yarge gongbe-da tsangsu yongshir tsangme tusam shegelche mangsu khala kerne chowri tengergi jizu yedu yundu da
광서초라 체매 수규라 소베 태제체베 장애인 릭 제긴 대바이나 편도 수강라야 용규 매바 강식 회시베 자된라 도보 로년체베 대리라 만주 개변龙具 제발 문진 토다 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代表议会发表演讲，指出西藏的这一民主制是尊者达赖喇嘛恩赐的，因此所有藏人都要为它的发展要尽心尽力，这极为重要。议长指出，如果打着民主旗号在社会上巡视生非，以及诽谤尊者等做出一些极端恶劣行为，这对任何人不但没有权益，反而对西藏的共同事业将带来不利。因此，需要按流亡藏人宪法规定，所有藏人都有权享受民主权益，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维护社会安定。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致函祝贺巴格特辛格科什亚里被任命为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总督。曾担任过印度援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及印度国会上下两院议员的巴格特辛格，近日被任命为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总督。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向巴格特辛格克什亚里致函，表达诚挚的祝贺。议长在贺函中指出，2011年因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您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参加流亡藏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的宣誓仪式。我们感谢您对西藏自由斗争事业的无条件支持。继续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适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在日内瓦会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代表，敦促各国关注中共当局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呼吁各国在人权理事会召开之际对此进行讨论和秩序。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2届会议将于9月9号至27号在日内瓦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齐门仁增等官员于本月2号起在日内瓦会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代表，呼吁各国关注中共当局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藏人行政中央代表敦促各国关注中共当局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呼吁各国在人权理事会召开之际对此进行讨论和秩序。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